伊提出的建议慷慨嘛确实执行这个约束，伊命令军员不准卡我的任何物件。后来，伊甲逐项拢收起来家己保管，搁互我一张明细，日后我会使讨回我的物件，包含我迄3个涂烧的水罐。伊看我迄只小艇袂歹，讲伊要买迄来放伫伊的船顶使用，问我要卖偌济钱。我甲伊讲，伊对我遮慷慨，我歹势开介绍，互伊决定就好。伊讲伊会使先互我一张价值80西班牙银币的票仔，到巴里奥会使换现金。到位的时，若有人出较悬的介绍，伊愿意照价保护我。伊阁表示愿意出60西班牙银币买主力，这条钱我实在袂当接受。毋是我无愿意甲主力交互船长，事实是我无愿意出卖这个可怜囡仔的自由。因为伫我夺命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间，这个囡仔一路拢尽忠协助我。我互伊知我的理由了，船长认为我讲了有理，就提出一个折中办法，也就是这个囡仔若真做基督徒，10年后伊就放伊自由。照这个条件，我就同意。主理家己嘛表示伊愿意对船长。阮往巴里奥的航行真顺利，连续22天了后，我到位贝尔福奥塞斯。我搁一摆脱离上悲惨的困境，呾我着好好拍算过来买创啥好。船长互我的慷慨对待，我永远都记袂交着。伊毋但摕我的路费，搁出20金币买肉皮，40金币买西皮。我小艇顶的所有物件嘛，拢随行交还我。我肯买的物件，伊就拢加买，包括酒箱、2支枪、剩的一大块蜜蜡，因为其他的我摕去做蜡烛啊。简单讲，我的费拢总卖差不多220西班牙银币，身躯早遮的钱，我爬上巴里奥海岸。我到巴里奥无偌久。导航推荐去一个古意人因兜，伊有一个甘蔗园含蔗糖厂。我伫因兜住一段时间，认捌一寡种甘蔗含蔗糖的方法。我嘛看出遮的种植的园子真好过日，真紧好业。所以我决心，我若会当得到居留证，我嘛要做一个种植园子。我阁决心要想办法，甲我留伫咱长的钱汇过来。为着这个目的，也就是得到规划的证明，我尽量顾出得起的钱，买济还袂开垦的土地，搁拟定一个种植含定期的计划，好通为英国得到我的资本。我有一个厝边，是里斯本来的葡萄牙人，毋过爸母是英国人，伊叫做威尔斯，伊的状况和我差不多。我讲伊是我的厝边，因为伊的种植园和我的小隔壁，阮互相有真好的往来。我的资本无济，伊的嘛共款。头2年，阮简单种做粮食过外，无种别项。不过，阮渐渐发展，土地嘛进展顺利。到第3年，阮种寡薰草，虽然搁买一大片的土地。准备过来迄年买种甘蔗，毋过阮双人拢欠骹手。这时我才发现嘛后悔，我和主理分开实在是大错误。毋过天啊，我常常做毋着代志，这嘛无啥奇怪。我已经无法度补救，只好继续向前。现主时的工课离我的本领伤远。嘛根本毋是我所喜意的生活，为着追求喜意的生活，我才离开厝，违背老爸的苦劝。毋对，当我煞强买过阮老爸以前建议我过的中产阶级生活，我若真正想买过这种生活，留踮厝就好啊，何物苦流浪世界，劳苦家己。我安尼甲家己讲。
我完全会使留伫英国，生活伫亲戚朋友中间，实在无需要来到即个5000迈远的偏远所在，生活伫青份人含野蛮人中间。即个所在世界上无人捌听过，我一向嘛对伊完全无了解。